后来继续来到桃园机场，这个机场公司的规划，要甲第2航站甲第3航站之间的接送电车，甲改做自动驾驶的电车巴士。也毋过最近却传出讲，以17亿来招标，摕到这个工程的星云汽车，要换负责自动驾驶系统的分包商。外界认为这耽误着工程。星云汽车是来背回讲。 会完成工程，一切合法。机场接送电车一日到，旅客落车省时间佮省力。机场公司开17亿，伊计要甲电车接送改做自动驾驶电动巴士来提升服务，所传出得标商提出变更分包商。 第3航站的工程继续咧做，目标伫咧2027年完工。星云汽车推出自动驾驶电动巴士，未来会负责第2和第3航站的接送，用17亿4540万得标，所提出要甲原本专供自动驾驶系统的履历公司给换掉，改由工研院负责。科技公司要求星云汽车来说明现在要变更。星云汽车是回讲完成工程是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一切合法嘛绝对无违法。第1和第2航站利用轨道电车运输，如今第3航站若完工，咱国家方面接送人流是袂当漏开。重大工程向换分包商，佫是上重要的自动驾驶系统。若间换掉，系统可能会佫改，时间长着影响会真大。对这件代志，科技公司是回讲，契约边听，就算通过第3方验证，系统还佫试30天。台湾国门新航站接送电车要如何进行，每一步拢受到大家注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